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定来讲做代志爱用到方式，方式用好对，较赢教导换一招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识，思益识第4条方式的识。读作识，这是读文音，识就法度模样的意思，咱讲形式。另外嘛有仪节典礼意思，咱讲是仪式。若举办仪式的场所，古早讲是式场，也佫有规格，咱讲是格式，也佫有款式。依照年代有旧式有新式，若是依照地方无共款，有中式、西式、日本式、欧洲式、甲美国式。另外，咱用电脑爱写定式，嘛有人读做听式。这里背音是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款式，代表是花式、花样，也佫有样式。第二个词就来小解样式，嘛是共款意思，会当讲是体式、形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，这间百货公司卖衫，拢是上新上界流行的款式，啥物款的样式嘛有，有影是五花杂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识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